開啟及提升微心輪系列超感官五感訓練工作坊 Levels 1至2龍族、獨角獸、揚升大師及亞特蘭提斯祭司們將啟動及提升微心輪層次。工作坊將分階段深入提升，適合新手與有經驗嘅靈性工作者。內容重點6大超感官技法：靈視、聆聽、靈嗅、靈嘗、靈觸、靈知，全面體驗與訓練。微心輪為核心，啟動、清洗、層次提升，提升與高維度連結嘅穩定性與敏銳度。龍族、獨角獸、揚升大師、亞特蘭提斯祭司嘅協助，深化體驗。第二階含水晶球占卜初階，開展實作與直覺訓練。超感官、五感或靈性天賦，指感知超越五官感知嘅能力。主要嘅超感官包括靈視力、靈聽力、靈嗅力、靈嘗力、靈觸力。